自从2026年1月27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无得土地做产业的祭司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18章第1到1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8章。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全利未支族，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无分着产业，因通食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，这个是因的份额。因伫因的同胞中间无分着产业，照上主对因的应允，上主就是因的产业。下面是祭司对人民应该得到的份额：人献牛羊做祭物，就将前腿2个喙皮角倒予祭司。起头收成的5穀、新酒、新油，甲拄剪的羊毛，嘛拢着予因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支族中间拣选因，予因甲因的后代奉上主的名，永远徛伫伊的面前侍奉。然后利未人，无论因住伫以色列境内倒一座城，一心一意要离开遐去上主拣选的所在服侍，因通亲像共宗族的兄弟，奉上主因的上帝的名，徛伫伊的面前侍奉。除了未祖产得到的以外，因犹原通得到同款份额的祭物。恁若进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毋通学遐个民族可恶的风俗。恁毋通烧家己的囝查某囝献做祭，惊邪术、卜卦、看命做师公、画符、做动机、做倒头、牵亡。所有做这个事的人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遐个民族因为做这个事，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面前，甲因赶走。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做无下厝的人，无得土地做产业的祭司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，虽然会当享受当地丰盛的物产，不过也会遭遇当地社会强大的压力和异教文化的诱惑。申命记16章18节到18章22节，分别列出以色列人的4种领袖：审判官、君王、祭司甲先知。这个领导人物主要的角色和使命，是要提醒甲因带居住踮迦南地的以色列人，需要持守上主选民的身份。18章1节到第8节，描述关于利未支族的祭司之律法，焦点并毋是祭司的职责，是满足祭司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。第1节到第5节强调，每一个支派拢拥有继承土地的权利，可是只有一个支派，就是利未支派，被排除伫这种安排之外。这个经文中有2项特殊的规定。首先，利未支派的产业并毋是上主赏赐的财物，也是土地，是上主本身。祭司甲上主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，远比土地的继承搁较宝贵。这种安排强调两者紧密的关系，较毋是将上主看作是通随意运用的对象。可是，利未人无分着土地的安排，常时也带来问题。
遐拥有土地的人民，通透过耕作财政来维持生活的需要。利未人虽然拥有宝贵的上主，却无通持有土地，将导致生活所需拄着欠缺。因为安尼，律法第二个特别规定是，以色列人献祭物予上主的时，也爱分予这个担任圣职的利未人，予因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。第39第50说明祭司应得上主的福分，表明祭司拥有其他以色列人生活上的供给。若是祭司这份的合法性是直到永远，防止有人随意停止提供这个祭司的生活所需。基督徒身踮这个复杂世俗化的社会，面对着社会各种无同的压力和诱惑，这项关于祭司这份的特殊规定，予咱有反省的机会。伫上主选民的团体中，祭司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。因教导摩西的律法，提醒以色列人珍惜和持守因独特的身份，搁着遵行上帝严格的伦理要求。牧者伫教会内的角色，也和这个祭司非常类似。牧者需要忠实认真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人，互兄弟姊妹因为真理和生命的教导，体会信仰的可贵和价值，进而对信仰的体会中得到力量，会当抵挡外在的诱惑和挑战。相对的，教会也愿意提供牧者家庭的生活需要，互牧者会当专心伫教导、牧养、甲关怀兄弟姊妹，互因伫信仰上逐渐成长，坚定成做信仰的忠实见证者。默想，我参与的教会是毋是敬重、忠实传讲上帝话语的牧者？是毋是尽力提供牧者的生活需要，予伊伫服侍顶面无后顾之忧？我参与的教会是毋是敬重、忠实传讲上帝话语的牧者？是毋是尽力提供牧者的生活需要，予伊伫服侍顶面无后顾之忧？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的上主，求你予教会的牧者清楚你的呼召，伫圣经神学的认识顶面持续学习、认真、忠实、养饲、培育和关怀兄弟姊妹，诚做基督信仰的见证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